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这个词，华语读诙谐，是咧形容一个人的言行幽默风趣。那台语是读诙谐，诙谐，诙谐哪做形容词，都是诙谐风趣的意思。大人念歌真诙谐，囡仔听甲笑嗨嗨。伊真诙谐，而且佫真有量，袂甲人计较，无怪人缘真好。阮高中的国文老师诙谐心识，佫真敖讲故事，同学拢真爱上伊的课。诙谐若做名词使用，就是会使人爱笑的言语，或者是举动，就是华语的噱头、花招、把戏。建设公司卖厝，总是有各种无共款的诙谐，就要看消费者是毋是要信到。你做生意唔照步来，拢创一寡有诶无诶诙谐，安尼袂久长。若激诙谐，就是耍宝搞笑。阿爸不是激诙谐，甲阿公阿嬷人家心花开。台语到顶讲，诙谐嘛有啰嗦歹应付的意思，像讲这个人客真诙谐，很难应付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诙谐实在真趣味。